来看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忠良昨开记者会宣布讲，未受罚，包括租金利息、加高利率，要扣补充保费，问讲健保会当影响，也毋过所引起真侪民众是真怨叹。因此，伊伫昨暗嘛赶紧宣布讲，会先暂停收罚。部长赵忠良早起接受访问的时是强调讲，相关的政策内部是讨论真久了，也毋过是还未经过跨部会的讨论，目前只是初步的想法。 媒体的专访的过程才披露出来，那事实上还没有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法制作业的程序。如果是法制作业的程序，一定会有跨部会的讨论，也一定会有对外的公听会啊，不会是只有这个部长的个人发言而已。所以我想这个只是一个想法，那正式的这个法制作业程序呢，并未启动。 赵忠良强调讲，政策目的是为着要让健保的财务会当稳定，健保就唔通倒，才通会当照顾民众甲弱势。有媒体是问部长讲，敢无烦恼伊家己部长的位高会做袂落去？赵忠良嘛强调讲，伊毋捌考虑这款代志，敢若想讲要甲代志做好好，医疗体系甲健保会当稳定来发展。